大家好啊！今次同大家介紹坐嵯峨山小火車去南山竹林。首先由京都站出發，去到 JR 馬窟站，車程大概半個鐘內，留意返大概半個鐘一班。到站之後向左手邊行，然後再向左手邊繼續行。然後一路向前行，沿途嘅風景呢都真係好靚㗎，而且呢段路呢人流極少。跟住我哋喺前面嘅路口向左，呢個位置真係好靚，靚到好似成幅畫咁。大家親身嚟到就知道有幾靚嘅啦。大家跟住呢幅圖就可以嚟到㗎啦。前面呢度就係龜岡站啦，準備入去搭小火車嚕。係喎，如果有需要搭電梯嘅話，行前少少就有㗎啦。大堂充滿住京都嘅特色。大家嚟到不妨都睇下呢度啲紀念品，因為好多都好特別、好得意㗎。最期待嘅小火車終於到站啦！今次我揀咗5號車廂富貴號。大家睇下幾正，難得坐小火車，梗係揀露天嘅啦。由於5號車廂係冇任何遮擋嘅，所以落雨嘅時候大家就要留意返啦。以上嘅細節位，大家有需要就 cap 低啦。小火車行駛嘅期間會有工作人員走嚟幫大家影相，相片係收費嘅，大概港幣70蚊至80蚊左右啦。不過真係好有紀念價值嘅。沿途嘅景色真係好靚，令我好感動，亦都好滾動，所以好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嚟欣賞一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當小火車穿越山洞嘅時候呢，真係有一種坐過山車嘅感覺啊！小火車嘅 CP 值真係好高，所以好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揀5號車廂。仲遇到件好得意嘅事，前面玩激流嘅客人竟然俾咗個大鬆心我啊！好啦，我都俾返你哋啦。到站之後跟指示出閘，終於到咗南山啦！上到嚟大家可以買下甜品同埋行下隔離嘅紀念品店。休息完就可以出發去竹林啦，記得出發前睇一睇呢度嘅地圖，以免行錯咗方向。大家都可以認住呢條路，門口向左行就係往竹林。唔知點解對鐵路都有種特別嘅情懷，你哋有冇同感呢？有機會大家就試下我呢個方法，坐小火車過嚟南山竹林。